这本是啥物册咧？什么的？这本是啥物册？什么？这本是圣诞阿伯。对啊，圣诞老阿伯册，有一个圣诞老阿伯，就坐直升机，咕咕咕咕咕咕咕，来到东北那村，降落来啊，伊就派礼物，要去送礼物互人，伊就行啊行啊行啊行，来到一个什么人引导咧？这是什么人引导？碰触。碰触哦，毋是啦，是鸟鼠啦。鸟鼠。鸟鼠啊引导，伊讲鸟鼠啊足古锥，送你一个礼物，要送什么礼物互你？要送一个什么礼物互伊咧？就是送互伊一双鞋啊，行路哭哭哭的鞋啊。鸟鼠啊，搁伫咧困，伊毋知透早起来，若看到礼物，伊会足欢喜的哦。因兜有一丛树啊，有无？圣诞树啊，足赞的。圣诞老阿伯搁行来到，这个是啥物人引导咧？这是啥物人引导？猪仔囝。猪仔囝，你知影是猪仔囝？但是对头仔门看入去，敢若是猫咪呢？敢是猫咪呢？一个看，原来毋是猫咪，是猪仔囝啦。但是圣诞老阿伯毋知啊，伊敢若对外口看，掠做是猫咪，就讲猫咪足古锥，送你一个啾啾，会当夹伫咧颔棍。猪仔囝早起起来就会看到啾啾做伊的礼物。你看，这猪仔囝是安怎甲猫咪穿在身躯咧？因为伊足介意猫咪的。猫咪。伊甲猫咪是好朋友，猫咪的相片嘛，囥伫咧眠床头。圣诞老阿伯搁行，来到这个什么人引导咧？这是什么人引导？什么？敢是花斑马引导咧？圣诞老阿伯就想讲花斑马送伊这个花斑马的破巾，敢若袂歹哦。结果内底毋是花斑马啦，这是啥物？这敢是阿米啊？这是鹅啦，这是天鹅。原来是天鹅引导。天鹅有3只，变怎用破巾咧？对，圣诞老阿伯搁行，来到这个所在，是啥物人引导咧？敢若乌妈妈，无人伫咧厝呢。伊就想讲，无人伫咧厝呢，安尼毋免送礼物啊，伊就跳过，无送礼物互伊。结果原来是熊引导，熊在困，透早起来会找无礼物哦。又行，看到两个耳仔，检测是狐狸引导呢？敢是狐狸引导？结果毋是啦，原来是 Q6 引导啦。Q6是棍。Q6 树讲哦，伊就对啊，原来是 Q6 引导啦。啉果汁哦，对，Q6 啉果汁啊。Q6 困啊嘿，圣诞老阿伯想讲。是狐狸，因为伊敢若看到骨头，骹只片骨头看起来亲像狐狸的耳仔，就想讲送一个帽仔互伊戴，会真古锥。伊搁行，来到这个什么人引导？哎哟，哪会遮尔侪喙齿，喙搁遮大支，检测是怪物呢？足惊的，想讲凊彩等一个乌白，等一个什么礼物入去，送伊就好，紧来选。结果原来毋是怪物啦，是古锥的兔仔囝，因伫咧遮困，足侪只的，有8只兔仔囝，但是敢若收到一个碰西衫做礼物。伊搁行，来到这个所在，原来是2个囡仔兄住伫这个所在，就想讲有2个囡仔兄送伊2个礼物好啊。结果毋是2个囡仔兄，是1个囡仔兄甲伊的家龟，就送伊2项礼物。过顿工透早，囡仔兄讲：哇，我收到2项礼物呢，有够赞！一台直升机，一台飞行机。外口熊仔看到讲：足赞呢，我一项拢无。囡仔兄讲：无安尼，我一项送你，甲你一人一半，安怎？感袂一线。感情袂散。你看，迄个鸟鼠伊穿鞋行路哭，足大班的吼。即个 Q6，伊的帽仔变怎戴咧？无都戴伫咧头壳，只好戴伫咧骹只片的骨头顶悬。即个
因为伊颔棍仔较粗，无法度夹即个九九，袂要紧，夹伫咧尾溜。啊，三只天鹅，敢若一条破金变怎用咧？袂要紧，大家讲价。哦，啊奇怪，兔仔咧，兔仔囝哪会无来？兔仔走倒去咪？兔仔抑搁伫困，伊困伫咧迄个圣诞老阿伯送因的碰西衫内底，困较真舒适，有关乌乌困。请穿哦，穿碰西衫哦。请真神啊哦，哦有真神哦，安尼哦。